Claude Code 的確好勁，喺 AI 確定入邊數一數二，但係可惜香港用唔到啊嘛。你可能試過 VPN，但係佢又話要你有外國嘅電話號碼，又有外國嘅信用卡，試過啲 workaround，其實都好麻煩，而且係唔係太可靠。今日我想介紹一個 open source 嘅 alternative 俾大家，叫做 OpenCode。佢可以用到一樣嘅 Claude model，最新嘅 Sonnet、Opus，而且佢仲可以用其他唔同嘅 AI model，Gemini、GPT、DeepSeek。最重要係香港係直接用到嘅，唔需要 VPN，而且我哋唔需要俾供應商鎖死 vendor login。睇完呢條片你就知道點樣去 set up。今日開始你就可以揾 AI 幫你做 program。我係 Alvin。過去幾年，我一直都有研究點樣用 AI 幫助中小企同埋在職人士提升佢哋嘅工作效率。我自己咧都有用唔同嘅 AI coding tools，包括 Cursor、GitHub Copilot、Gemini CLI、Claude Code 等等，全部都有試過。但係香港咧好多呢一類嘅工具都有地區嘅限制，成日又搞到要用 VPN 啦，又要用唔同嘅 workaround。直到我發現咗 OpenCode，成間公司我哋都用佢嚟寫曲。我哋公司咧仲自己發展咗一套 AI coding 嘅流程，每日喺度實踐緊。今日我想同你分享一啲真實嘅使用經驗，唔係理論，係我哋每日都喺度實踐緊嘅。咁乜嘢係 OpenCode 咧？簡單嚟講，佢係一個 open source 嘅 AI coding agent，喺 terminal 裏邊執行。哇，唔係話今時今日仲用 terminal 回到過去啊？大家唔使擔心，因為佢有好靚嘅界面，一個叫 TUI 嘅界面俾我哋用嘅。呢個 OpenCode 咧喺 GitHub 入邊有超過12萬粒星星，超過800位 contributor，每月咧有500萬個開發者喺度用緊嘅。呢啲數字代表咗啲乜嘢？代表咗呢個工具咧係有大量嘅開發者去驗證，亦都有大量嘅使用者。佢唔係實驗品，而係真正 production ready 嘅工具。而且全球有超過800個 contributor，佢會不停將佢改良，更新嘅速度係快過任何一間公司自己去做嘅。有幾快？舉個例子，Claude Code 咧出咗一個好受歡迎嘅功能，叫做 Hooks。喺幾日之內咧，OpenCode 嘅社群入邊已經做咗出嚟啦。佢係叫做 plug-in，而且咧佢係更加靈活、更加好。呢個係 open source 嘅速度啦。最重要嘅賣點係你唔需要用死其中一個 AI model。你可以自由咁揀 Claude、GPT、Gemini、DeepSeek，甚至係本地嘅 model Ollama 你都可以用，而且呢個係完全免費，你只需要俾 LLM API 嘅費用，基本上個工具咧係唔使錢嘅。仲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就係 OpenCode 嘅 skill 概念上係同 Claude Code 嘅 skill 幾乎一樣，即係話咩咧？你 YouTube 上面如果見到啲 Claude Code 嘅影片教學，佢個 workflow idea，你都可以直接向 OpenCode 入邊用得到。你唔需要淨係等我出片，有成千上萬嘅資源喺網上面等你去進步。當然，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睇我嘅影片啦。至於用呢個 OpenCode 嘅成本，我有3個層次嘅 model 同你分享。第一，免費試用。用 OpenCode 裏邊咧，其實已經有一啲模型咧係免費俾你可以試用嘅，有 Minimax、Mimo 等等，係零成本可以俾你開始試用 AI coding 嘅威力。第二個層次係 OpenCode 嘅 Go，我係強烈推薦大家使用嘅。每個月嘅月費係$10一個月，佢係包咗 Kimi、Minimax、GLM 等等高質素嘅開源模型。唔好睇少呢啲開源模型啊！日常嘅工作、日常嘅開發已經係非常之夠用啦。註冊即用，你只要需要好簡單嘅 setting。如果你想認真做 AI coding 嘅話，呢一個 plan 咧係絕對推薦，而且係一般係好夠用嘅。第三個層次係 OpenCode 嘅 Zen。如果你間中係想用一啲頂級嘅 model，好似 Claude、Gemini Pro 等等呢啲超級模型，Zen 咧就可以為你而設。佢嘅做法係你充值你用幾多俾幾多，唔需要簽約，亦都唔使 VPN。好，事不宜遲，而家我哋一齊做一個 walkthrough，我 show 俾你睇下點樣去做 set up。我用緊嘅係 Mac OS 嘅示範，但係 Windows 嘅用家唔需要擔心。
因為咧步驟幾乎係一樣嘅。我已經喺下面描述欄咧放咗 Windows 嘅 Setup Guide。首先咧，我哋要裝好 VS Code。OpenCode 係喺 Terminal 入邊執行嘅，所以我哋係需要有一個有 Terminal 嘅編輯器。VS Code 咧係一個非常好嘅選擇，佢免費啦，而且係支援唔同嘅平台。大家可以入去呢一個網站，揀你自己嘅平台，下載安裝，幾分鐘就搞掂㗎啦。如果你已經本身安裝咗嘅話咧，你就可以跳過呢一個步驟。第二個步驟，我哋安裝 OpenCode，開 VS Code，我哋開一個你嘅 Project Folder，然後開一個 Terminal。你喺 Terminal 入邊打呢一個 command，咁佢就會直接同你去安裝㗎啦。留意翻咧 Windows 咧呢一個 command 係有少少唔同嘅。安裝咗之後，你可以打 OpenCode version，確認成功安裝，就係咁簡單啦。好，步驟3啦，我哋啟動 OpenCode。喺同一個 terminal，我哋打 OpenCode，呢個就係我哋每日工作嘅畫面。左手邊你可以睇到你嘅 file，你可以睇到 code。OpenCode 來自免費嘅 model，裝完之後咧即刻可以用，唔需要有任何嘅 API key。喺入邊你打一切 models，然後你見到有一啲 free model 你可以選擇。注意嘅就係呢啲免費嘅 model 咧係有限額嘅，而平台咧亦都會不定時去更新呢啲 model 嘅選擇。如果你想穩定咁大量使用咧，Go Plan 係你值得嘅選擇。等我介紹一下響 OpenCode 一個核心功能 Plan Mode 同埋 Build Mode。喺 Plan Mode 入邊，我哋咧就會用 AI 一齊去設計清楚究竟我哋想做啲乜，做一個完整嘅 planning，然後將佢擺響一個 document empty file 入邊。咁而 Build Mode 咧，佢就會根據呢一個文件 document，佢就會開始幫你寫呢個 code，建立一啲唔同嘅 file 啦，做測試。我哋可以用 Tab 鍵去切換 Plan Mode 或者係 Build Mode 嘅。嗱，我哋而家已經可以開始一齊寫個 AI code，而免費嘅 model 咧已經足夠你做呢個測試。好，而家我哋咧嚟即場做一個示範。我用 OpenCode 做一個好簡單實用嘅小工具。場景就係我哋有個 download folder 咧，成日都好亂嘅，download 落嚟嘅相片啦、PDF 啦、影片，全部攬埋一堆，非常之亂。我哋咧就需要一個自動化嘅工具去幫我去整理好呢啲咁嘅 file。Step 1，我哋去個 Plan Mode 先，確認咗佢係 Plan Mode 之後，我哋開始打 prompt 啊。Build a Notion.js CLI tools that scans a folder and sorts file into subfolders by type, like images, documents, videos, audios, archives. Use only built-in Notion.js modules, no dependencies. AI 就會出咗個 plan 啦，我哋咧就會去 review 睇睇有冇啲乜嘢咧，我哋需要去修改。你睇下佢可能會問我哋一啲問題嘅，咁我哋就會答咗佢啦。嗱，強嘅地方就喺呢度啦，我哋可以咧繼續同 AI 商量個 plan 究竟應該點樣去 refine。我哋做個示範。Good, I want you to print a colourful summary at the end。咁 AI 就開始更新啦。呢一個就係 Plan Mode 嘅威力。好啦，當完成咗我哋滿意個 plan 啦，咁我哋可以撳個 tab 去切換到 Build Mode。Looks good. Please start building the tool。睇住 AI 自動去曲，自動生成一啲 file，其實都好治癒㗎。嗱，而家佢一路咧就幫我哋寫曲啦。
我哋睇到佢寫完個曲啦，咁我哋可以即時去執行試一試佢。我呢度咧有個 folder，裏邊有好多唔同嘅 file，我就模擬咗呢一個係我嘅 download folder。我而家就叫佢咧幫我去執行呢啲 clean up，幫我整理好成紮 file。打呢個 command，嗱你睇下好快就完成晒啦，幾簡單。我哋咁快就可以做咗一個好細小、好有效嘅工具出嚟。好，大家可能會問，咁究竟 OpenCode 同埋 Claude Code 有咩分別啊？我用3個角度咧同大家去剖析一下。第一就係地區嘅限制問題。Claude Code 咧喺香港係唔能夠直接支援嘅。如果我哋要使用咧，你要有 VPN 啦，有外國嘅電話號碼同埋信用卡。OpenCode 咧佢係直接全球可以使用，零限制嘅。第二個係 model 嘅選擇。Claude Code 咧佢只可以用 Anthropic 自己個 model。OpenCode 咧，我哋可以選擇唔同嘅 model，Claude 啊、GPT、Gemini、DeepSeek，我哋全部都用得嘅。甚至你想做本地自己行 model，亦都可以。而我認為咧，今時今日 AI model 嘅進化咧係非常之快嘅，而每間 AI 公司咧都有佢唔同嘅強項。可能聽日咧你就有個新嘅 model 出現，佢係特別適合你使用嘅場景嘅，你就隨時咧可以切換去使用佢嘅 model 啦。第三就係成本。Claude Code 咧嘅 Pro Plan 係需要20蚊美金一個月，但係認真使用嘅人咧，佢通常都會去一個叫 Max Plan，係大概100蚊美金一個月嘅。而 OpenCode 咧個工具本身唔使錢，你可以參加佢嘅 Gold Plan，只係10蚊美金一個月。而你想進化多啲咧，佢嘅 Sand Plan 咧係 Pay as you go 嘅，用幾多俾幾多。呢一樣嘢咧，我見到係平過任何一個 subscription plan 嘅，又唔需要綁死一啲 model。我想講清楚就係，我唔係話 Claude Code 唔好，佢係一個好強勁嘅工具嚟嘅。但係你唔應該俾一個 provider 去綁死，識得揀啱嘅工具去做啱嘅嘢咧，係今時今日你應該擁有 model aware 嘅思維。呢一個類型嘅 AI tools 咧，將成個 software development 嘅遊戲改寫咗，而老闆咧可以 prototype 自己一啲 idea 去驗證一啲概念，而 developer 佢可以做到更複雜嘅系統。佢唔係取代 developers，而係佢將你提升你個能力，成為一個 team，令到你更加有效率。呢個先係 AI 嘅真正意義，釋放每一個人嘅潛能。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片有用，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隔離嘅公仔，仲要俾個 like。我整理咗一套 OpenCode 入門資料同埋 prompt，Windows 同埋 MacOS 都有，你可以喺下面描述欄嗰度免費加入我哋嘅 community 去 download。喺入邊咧，我哋會持續分享點樣用 AI coding 快速做唔同嘅 prototype 同埋真實嘅 workflow。喺下一集，我哋就會再加強講一講點樣10蚊美金一個月嘅 Go Plan 做到90% 平時嘅日常開發，但係到複雜嘅時候，我哋就會請 Sand Plan 嚟出手。我哋下集再見。